大家好，又到咗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嘅時間。今個星期較受關注嘅係前民陣副召集人黃岸然被控涉違國安法，經提堂後還押。黃岸然不服提出保釋申請，終被法庭拒絕。另外，樓宇管理問題近日備受關注。將軍澳彩明苑一名前物業經理涉利用職務之便，10年間虧空業主，立案法團公款達6110萬蚊，用於償還賭債。被告承認5項盜竊罪，判囚18年。前民陣副召集人兼時事評論人黃岸然喺大埔宏福苑火災後，被警方邀請協助調查，及後喺 YouTube 披露會面時曾經受查詢嘅詳情，更加被揭喺過去幾個月散佈具煽動意圖嘅片段，遭警方國安處首次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嘅妨害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同埋明知而發佈具煽動意圖嘅可物兩罪起訴。經提訊之後，法庭接納控方要求，押後至今年1月26號再訊。期間，黃岸然需還押候訊，黃岸然不服，向高院提出保釋申請。高院法官陳仲衡日前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拒絕黃岸然嘅保釋申請，繼續還押。涉35家顛覆政權案，開審前認罪並轉作控方證人，判囚5年2個月嘅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於2015年任職海關見習關員期間被革職。林景南2016年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意圖挑戰海關嘅決定，但林景南一直未向法庭提交書面陳詞大綱，申請擱置近10年。高院法官高浩文日前頒下判詞，駁回林景南嘅申請，但唔作任何訟費命令。判詞指林景南入稟後申請押後聆訊，其後一直冇進一步行動，從其不作為嚟睇，而係放棄申請，故駁回其申請。將軍澳彩明苑前物業經理黃偉龍涉利用職務之便，自2011年起嘅10年裏面，通過修改支票金額、偽造銀行文件等方式，虧空業主立案法團公款達6110萬蚊，用於償還賭債。黃偉龍承認5項盜竊罪，日前喺高等法院判刑。法官陳仲衡指，被告喺10年間持續犯案，雖然事後交還逾200萬元，但法團最終仍然承受近5900萬元嘅巨額損失。被告先後向法團、僱主、銀行同埋獲授權簽署人撒謊，嚴重踐踏職業操守同他人信任。而法團購買嘅保險賠償上限僅6萬蚊，對彌補巨額損失可謂杯水車薪。綜合考量涉案金額龐大、犯案時間跨度長、手法惡劣等因素，庭官表示必須作出具阻嚇性判刑。法庭以2年9個月至10年監禁為各項罪名嘅量刑起點，因被告認罪扣減1/3刑期，部分刑期會分期執行，最終合共判囚18年。最後，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胞兄梅啟明於2023年任職銅鑼灣水門雞飯期間疑工傷，向餐廳所屬公司追索拖欠工資同埋相關賠償。案件日前於區域法院進行指示聆訊，梅啟明同意先行參與調解。法官羅麗萍頒令被告需14日內提交調解員名單，並且墊付費用。案件暫定5月26日進行2日聆訊。今個星期嘅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又告一段落，下星期再見。